如果可以生活喺一個冇蚊嘅地方，梗係一件幾美好嘅事情。地球上仲真係有一塊淨土，係大冰島。而家冰島冇蚊可能要成為過去式啦。冰島曾經係世界上少數冇蚊嘅國家之一，不過最近冰島科學家發現咗3隻蚊，呢個係冰島首次喺自然環境裏邊發現蚊。點解冰島以前冇蚊呢？因為冰島四周都係大海，離大陸幾遠，蚊飛行能力有限，可能飛過海洋到達呢個島嶼。更關鍵嘅係冰島特殊嘅氣候，不利於蚊生長。其實之前冰島都曾有蚊光顧過，研究人員曾喺飛往冰島嘅航班上捉到過一隻蚊，講明蚊可能通過飛機、貨物或者氣流嚟到冰島。不過呢啲蚊到咗冰島後，通常冇辦法完成生命週期，就算有個別蚊存活落嚟，冇共同合適嘅環境，亦都好快就會消失。但就喺2025年10月，一名冰島居民捉到咗3隻小型飛蟲。呢次發現可能同全球變暖有關。冰島氣溫上升速度係北半球平均水平嘅4倍。氣候變暖讓當地積水喺夏天停留時間更長，呢個為蚊嘅繁殖同發育創造咗條件。呢啲蚊嘅出現提醒我哋，氣候變化唔單止讓氣溫升高、冰川融化，亦係悄悄改變生態系統嘅結構。今日嘅影片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影片見，See you。